7點半起身，8點逼港鐵，9點坐定喺 office， 夜晚7點收工，8點返到屋企食飯，係咪似曾相識？其實我身邊大部分識嘅朋友親戚都係咁樣喺社會打滾，我都唔例外。如果你唔滿意現狀嘅話，我希望我嘅故事可以為你帶嚟一啲啟發同埋鼓勵。我80年代出生於一個比較中產嘅香港家庭，屋企人錫我，想我有保障。佢哋話好似我哋咁揾份鐵飯碗，腳踏實地做人，到老都唔使愁。我哋咪就係咁樣養大你哋3兄弟。當我講起我想做網上生意，阿媽即刻皺眉頭，咁虛無縹緲，邊係正當職業呢？讀書嗰陣扣晒學費、住宿費、伙食費，基本上1分錢都儲唔到。我試過做餐廳、做企台、學整披薩、做埋送貨，但係我天生怕醜，成日逼